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嗰本又到福氣來嘅時間咯。今日我紹嘅咖啡園啊，係來自後山後水嘅故事哦。到底一個來自水源保護區嘅咖啡園，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又有樣蠻精彩嘅故事呢？今日來有請佢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金城咖啡園嘅邱秀美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邱秀美，我係喺屏東故事。哇，分享秀美姐，下來呢係我哋阮大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阮瑞泰，來自屏東高速靜心咖啡園。哇，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直播哦。頭有說過嘛，我哋咖啡園特別的特殊，係來自後山後水的故事。那除了這個之外啊，我哋兩位的咖啡園名嘅也當然特別呢。金城咖啡園聽起來就非常的詩情畫意一點的講哦。那想請教一下秀美姐，你們的咖啡園啊，有個金城靜心也兩隻詩，係用版來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有，我們靜心咖啡園是依照我兒子，我們也是因為爸爸提早退休，然後去陪，因為孩子長大，去陪孩子在鄉下種田。那就是以他的特質，我兒子是一個自閉症的孩子。那一般我們現在國際跟國內都把自閉症的小孩叫做星星兒，那國際間上認為星星兒是說他們好像是外星人一樣，跟我們key 搭不上來這樣子，那叫星星兒。可是我們家長的想法就是說，我的孩子他很安靜，他跟一般高共的孩子不一樣，有的高共的孩子他很多話，可是我們那個孩子的語言能力很差。但是他智商是 OK 的，那因為他的表達能力很不好，他覺得說，我們大概覺得說他要外面工作也困難，那就是只有種田，他說植物不會欺負他啦，那我們就以他的特質，把名稱取為靜心咖啡園，安靜的靜，那天上的星星，那因為我們的想法並不是說他是外星人沒有辦法溝通，我們想法就是說他像天上的星星，只是跟我們比較有距離，比較遙遠。那我們仰望他的時候，其實他也會發光發熱，所以我們用這個名稱來用他的咖啡園的名字。咖啡園呢有個開設啊，有個原因係天馬嘅時間開始，是什麼契機不能夠聽講？我來種咖啡，我來開個咖啡園。其實我都覺得這是老天爺在帶領我們這樣在走這一條路，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古坑咖啡很盛行的時候，那時候開始台灣咖啡就是古坑咖啡，然後我們也是跟着流行說去古坑喝咖啡。那去古坑喝咖啡路上回來的時候，發現說，路上有人在賣咖啡苗，那個咖啡已經結果了，我發現那個。我們一般想象說咖啡是黑色，對不對？或者褐色，就咖啡果是很漂亮的紅色。我看到那個咖啡果，我就說，那我們買幾顆回家種看看。那買了回家種之後，就發現說，我種在我爸爸的檳榔園。那我爸爸的檳榔園，我沒理他，就我爸爸會照顧檳榔嘛，他會灌溉，會施肥啊，他也不噴藥啦。那灌溉施肥之後，咖啡自己就長得很好了，它隔年就開花結果，然後而且結了滿滿的果實。後來我去就看一些有關咖啡的書啊，想一想之後就覺得說，我兒子要種，他就是勢必要回家種田，而且他喜歡植物嘛，他很會，他有那個綠手指的那種特色，有這個專長。那咖啡。我研究之後發現說，我們那時候開花結果都不用理它哦，1個月了，它還在那裡，再去採下來，再去做。我發現它沒有很急迫的那個時間性。之後我就覺得，那我們可以種咖啡。好，所以開始就想說怎麼去買那個苗啊，剛好也是我姑丈他們高速成立了咖啡產銷班，那就邀我們說，你要不要種咖啡？因為他知道說我的園區有5、6棵嘛，那問我說要不要種，我說好啊，他有剩下的苗可以給我，就給我了大概80、90棵的苗去種，一種我們都不理他，家裡回去都我爸爸在處理而已，他就長得很好，然後咖啡採收這樣子，OK，就開始就用心我去買書啦，去買書研究說，咖啡怎麼種植，需要什麼樣土壤啦，然後需要什麼樣的環境之類的，去看書呢，做假日農夫的方式，所以我們是先種咖啡，那時候我孩子只有國中。只有國中而已。按照開始都得種咖啡，你搞本佢講，我哋
兴致一来啊，都讲哎，俺们这个买的咖啡用哎，过来就调接到这个不给天生天用，就这样子开启了咖啡之路。阮大哥，小米姐他这样子在说要买咖啡苗回来种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是吗？啊，我们要种咖啡哦。我也觉得那个咖啡果非常的漂亮，所以回来种就纯粹是一个好玩啦。对。我们咖啡园里面的品种啊，现在有几种啊？我们咖啡园里面的品种呢，有阿拉比卡里面的铁比卡、艺妓、紫叶，对，还有波旁，波旁里面有黄波旁跟红波旁。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是赖比瑞亚，对。那我们的赖比瑞亚呢，还有少量的收成，这个是在其他地方很难得，在台湾呢很难得品尝到的一个东西。对，小米姐，条到阮大哥介绍的里面这么多品种，其中有提到一个青铁配的赖比瑞亚嘅品种啊，有个品种都在体色田那用讲其啊，嘅产量啊，各色也爱讲比较特殊在哪里？好，其实我们咖啡三大品种大家很熟悉，罗布斯塔，然后阿拉比卡，然后赖比瑞亚。那这个名称其实像赖比瑞亚是用它的生产地来命名的，所以就是在非洲的赖比瑞亚这个国家。那它比较特别，很少见，是因为这个咖啡品种它的风味并没有阿拉比卡那么好。再加上后来我们有种，我们就是有一个因缘，刚好人家在卖这个苗，然后我就买了回家。它竟然自己长大之后，发现说，它很大颗，而且它的皮很厚。那我去翻了书去查资料，发现说，像这么大颗啊，这样采收不是很方便吗？那就是它的风味并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办法变成大家喜欢这一个口味。那在台湾变成说，它只有在非洲。那现在比较多种植是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有人台商在那边种。但是它的风味一直都没有说弄得很好。那我们想说，刚好有那个不一样的咖啡树，他们说大果咖啡，而且它成熟的那个果子像玉荷包这么大一个，哇，很大哦，而且有点橘色，我就觉得，它的图片那样看很漂亮，我们带回去之后长起来，真的确实是这样子。那就想说，在这个地方台湾种植会不会跟国外的风味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台湾的农业是很精致农业嘛，那个农夫都很厉害所以那样种下来看看口味会不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少量采收，有人试喝觉得确实是不一样。基本上都会在过适配的咖啡的品种。对，但它风味不够好，所以它没有很多人愿意去栽种它。那我们因为就是有点是说，我们也不是很要这样子去做大规模种植之类，只是说我们有特色场域嘛，然后希望说有不一样的品种，让人家客人来看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到赖比瑞亚，不需要到象牙海岸去，那我也不需要到东南亚去，我在台湾就可以到台湾当地的赖比瑞亚的品种的咖啡。就有这个爱提升可能就兴趣一来就中意下本他家也认识一下亚种品种的咖啡。你小米姐能摕个叶的呀迄个果树嘛，果树啊底下讲其迄个水源能保护起，其他个环境当蛮好，所以你们在种咖啡之后啊，对于咖啡的需要的奶质、环境，甚至以水来讲，种下去你们有没有觉得它跟其他地方的咖啡是有某共用会不一样。其实有那个所谓的网络的网红，他们有去我们那边看，然后采访，他去帮很多政府请他去很多的园区去帮他们写那个报道。那他就去过很多的咖啡园，就台湾的咖啡园。来到我们咖啡园区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因为我们是无毒种植，那无毒种植咖啡有一些病虫害，那我们用物理性的防治的还不错，所以收成产量都还不错。他就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假如来问你说，你这个防治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告诉人家？我说会，我会告诉他。为什么？我告诉他它产量好，可是事实上种在我们家高树的咖啡的口味，跟种在太武山上、种在阿里山上、种在那个三峡，都有咖啡，对不对？复兴乡也有，其实风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介意说，
我跟你分享说，但是病虫害都一样嘛，病虫害一样，那防治的方式其实大同小异。我们会告诉你说，怎么去栽培管理，然后怎么去防治这个病虫害。因为你们那园呢，既然环境安好，你们又用没有毒的一个农药的方式进行这个栽种，除了咖啡之外，你们那边的生态环境应该当蛮丰富吧？对，我们那个环境哈，因为我们有就是很希望说保护那个土壤嘛。我们现在很多惯性农法之后，我们土壤都变得硬化，然后病虫害很严重，就恶性循环。那我们采取所谓草生栽培的方式。我们最近让屏科大请屏科大的那个保护动物的来我们园区立所谓猛禽的栖息的那个架子，那顺便观察那个猛禽。那因为我们的园区采所谓的无毒友善的种子，所以它有很多的像老鼠啦，甚至蛇啦，那也很多比较特殊的鸟类也会在那里。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有一个环境，让这些生物它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活。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子很好啦，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后面的大樟树就有很多不同鸟类的声音。然后晚上又有夜莺啦、夜鹭啦、麻鹭啦这一类的声音，那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生活很好。那加一方面，我儿子他生活很简单，他也很想要去所谓的把环境永续经营的方式去做。那我们占地有超过1公顷。哇，才睇下这生发真是唐风来当蛮幸福的，因为可以看得到青岛这种毛孔的动物，很像生活在动物园地杯里。哇，观众朋友，原来呀，小米姐同阮大哥给的那咖啡园生态很丰富呢。不过按生态丰富的地方种出来的咖啡，你头还用办，里边还有用办的故事呢。休息一下 CB 茶，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咯。小米姐今日按用心在按好的环境底下种的咖啡，今日很用办杂事的呢，继续来请教几点吧。那个，你们这么用心种了这么多不同品种的咖啡它在采收上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采收的差异，或者是处理上的差异采收的部分是一样，但是采收时间会不太一样。铁皮卡呢，它会比较我们园区的铁皮卡会比较早成熟，大概10月到12月采收。那园区里面的艺伎，它会延到1个月甚至1个半月之后，它成熟期比较慢，会有这种现象。是。所以不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收，它是有可能在冬季或者是什么时候，它会轮流去采收它。所以这样子对你们在处理上，是不是会比较有利一点？就不会说一下子量很多，就是可以轮流休息一下子再做，就休息一下子再做这样子。是可以不用那么赶对。其实我底下讲做咖啡最影响其他个口味、风味的部分，那台后续的处理，包括烘焙啦，甚至于讲台那个波其他个饮的发酵个都会有影响它的风味的。小米这那个部分还唔可以处理嘛？我们咖啡上大概就是从采收的时候，大概是由爸爸，假如有请到工人的话，带工人假如没有的话，就是我跟他去采收。那之后就是晒豆子啦，筛出瑕疵豆，到把它晒干，这个过程都是爸爸做啦。那咖啡原则上一般处理法就是采收以后的处理法有所谓的水洗蜜处理跟日晒豆，我们园区是主要以日晒豆为主。那一般很多人早期的时候是以水洗豆，水洗豆比较方便。水洗豆就是即使会水洗，大家会想说要经过水，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水洗豆现在比较专业，就是要经过发酵，它是要经过发酵，就采收下来之后，你总是。尤其园区又是无毒的，那就会有一些灰尘什么的，我们就会先洗过，洗过之后顺便把那个瑕疵豆，就像我们稻子会有那个比较轻的，它就会浮出水面，呢把它捞掉，
捞掉之后好的豆子再用去那个皮去果皮的机器，去皮机去掉果皮以后，那好的豆子去果皮之后要静置。静置有发酵有2种，就是一个是有氧，一个是无氧。那现在我们都用厌氧的方式。那静置呢，你厌氧就是说不要有氧气。那你静置大概1天可能给它翻个几次。那咖啡果哈，我们要把它想象成果树，它是水果，它是有甜度的。那有甜度，它有果胶。你去皮之后，那个果胶你放着，它就自然会变酸。靠那个酸。它可能变成乳酸，靠那个乳酸呢，它慢慢会把那个糖吃掉。那经过时间到我们需要的 pH 值酸度的时候，那这样子它把那个果胶吃掉以后，我们再用水去把它洗干净。那洗完之后，那个咖啡果就不会是这样黏黏的，不会黏黏的。那这样洗干净之后去晒，这个叫水洗豆。那蜜处理就是前面的程序都一样，那不经过发酵，不经过水洗，直接就上晒架上去晒。对，它的果胶在。所以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把它收起来，结果它粘在一起就好像一块那个什么爆米花的样子有加糖的，对，就粘在这里。然后你要把它弄开，要在晒的时候，要晒的时候都要把它弄开。我们有1年做，后来发现。它这样好麻烦，因为它粘得很紧，然后你天天要那边剥这样晒，太耗工了。我们就没有再做蜜处理，只做了1年。那主要就是用日晒豆，日晒豆就是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瑕疵都挑除了，那剩下的那个好的豆子带果皮，直接呢就先用那个晒架沥水沥干，大概1个晚上可以沥干。那隔天就上那个所谓。我们的晒架，我们比较特殊，有用特殊的那个晒架去晒，那完全是靠阳光，因为日晒豆现在国际上，尤其是台湾，因为采收季节冬天嘛，那冬天中北部山上又是比较潮湿多雨，温度很低嘛，你要靠阳光晒根本就是不可能啊，所以会用干燥机去把它烘干。那我们南部有一个好处，告诉南部有一个好处就是冬天是干季。你看都会缺水，缺到现在还水不太有。所以有人发现说，我们做日晒豆，那可以用太阳光直接把它晒干，而且这样子晒架这样弄，大概是3个礼拜到4个礼拜可以晒干。而且后来我们发现你用那个阳光去晒干的日晒豆跟机器干燥的日晒豆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好像那个我们的棉被一样，我们的棉被呢用烘干器去把它烘干的，还是用太阳光去晒干的，其实味道不太一样。我们都会说棉被那个就是阳光的香气，对不对？真是所以咖啡我们就发现说，原来也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差别。那就是说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很好，就那个地方冬天是不下雨了，很少下雨啦。顶多就是说1个月下个1次2次这样，其他时间，而且南部的冬天又不冷，太阳出来可以到28甚至30度。那有一个好处是晚上可能会只有10几度或者不到10度，那这样子的温差会让那个咖啡豆它也慢慢发酵，然后又阳光晒。所以我们的咖啡，人家会觉得我们没有加香料，没有加香精，可是那个香气很浓厚。你某种的品种属红来调味你们会依照它的品种的某种用去做不同的吃法嘛？就是说，有的可能是它泡咖啡，有的是它来做其他一个点心呀的，你们会用这样子去分吗？还是其实全部都可以？会，我们会因为它制作方式不一样而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客人喝的有不一样的做法啦。比如说水洗豆，它风味比较淡，对不对？我可能烘的会比较深一点，那它比较会适合做拿铁。做拿铁的方式，有客人要加牛奶的话，做拿铁。那日晒豆的风味比较丰富，那我们烘焙的方式就会比较浅一点。那浅一点的话，它就不会那么苦。不会那么苦，那它本身的层次感会比较明显。像我头前看到的亚比咖啡也是用你们做出来的调味去做的吗？为什么这么特别？给它会插在柠檬的呀？
哦，我们现在好流行哦，养生的讲要号称所谓的柠檬咖啡。柠檬咖啡呢有很多种啦，很多种的方式。像有一种就是你那个柠檬片上面就撒那个磨很细的咖啡粉，然后加上那个糖，这样子把它卷起来，直接吃。那你就会吃到甜甜的、酸酸的、苦苦的那这一杯呢，我们用的就是用我们自己抓种的香茅香水柠檬香水柠檬很特别，就是它有天然的香气，它有天然香气，尤其它的香精有特别浓。那这样子，然后它的酸度是很低的，它不像一般的四季柠檬、其他的柠檬那么酸。那你加上去之后，你那个咖啡只有微微酸。很多人觉得平地咖啡是不好喝的，因为认为平地咖啡它没有海拔，所以它的层次感就很单调，没什么层次感。那你没什么层次感的情况之下，就说你很单调，就跟商业豆差不多嘛。会说平地不要种咖啡，可是我们就发现说，平地咖啡虽然它很单调，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嘛，比如说你说要酸，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天然的这个酸下去，那或者用烘焙的方式我们其实烘焙比较浅的时候，我们的酸也不明显，跟国外的那个水洗豆比起来其实差很多。因为你只要去别的地方喝到人家前辈，你会觉得说哇，像柠檬那样酸，可是我们的酸只是果酸，淡淡的酸而已。所以用这个方式去把它，就是说可以增加它的风味，那去让平地咖啡的缺点可以比较降低。那平地咖啡的优点，有人说，那你平地咖啡为什么还种？可是我们有固定的客人有固定的客人，他就是要喝这样的咖啡。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无毒种植，很天然环境。另外一个，它的咖啡因比一般的咖啡还要低。我们有去检测 SGS 检测咖啡因，它确实的咖啡因可能一般外面咖啡的咖啡因一半而已。观众朋友，条都看到拿风来，今日係乜嘅意思？因為拿頓嘅時間，馬上都批到給條都講嘅檸檬嘅味是，今日那個香味就一直出來呢，真係鬼想念哦。今家來是講那些阿秀米等你都繼續來收給咯，好冇？好。那我们因为平地咖啡的大家都说风味很低啦，有人说不能喝啦之类的叫我们不要种啦。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会去想说用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光的天然日晒它就会有一个类似龙眼、桂圆的味道的甜。那采收的时候，就是请工人选那个成熟的慢慢采，虽然产量会比采收的量比较少，工资比较贵，可是这样子采收下来甜度高的时候，它的回甘度会比较好。再来我们用所谓的氮气咖啡的方式，那氮气咖啡的方式去做，客人来的时候，他会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说哇，这个咖啡为什么？他们都一直认为我们一定有加奶泡，一定有加奶下去打才会这么绵密的奶泡。可是事实上没有，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咖啡，单纯就是我们的咖啡去做，然后打氮气做出来。那同样其他人，我们有发现说，我们有用过别的咖啡，比如说我去德文买的德文的咖啡，我们跟德文很近嘛，然后来做这样的方式，它的奶泡并不会这么明显。可是我们家的咖啡，它的奶泡就很明显。其他个泡都可以亲吃眼、亲绵密安尼个产生啦吼。讲过来，条到安尼跟汤人分享安尼说一个柠檬咖啡的时间，真是其中那杯买的无相同呢。以柠檬的味是不算是刺鼻吧，就是说淡清香的柠檬味是海叶的时间也没怪酸呢。我原本以为说真的是海叶的时间，我吃得到柠檬那种很酸的那种味道，其实没，它就是淡淡的，它有点像是辅佐那个咖啡有冇？它把它的回甘味带出来，哇，真是一直喝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冷的是便便的是鬼好呢，可以一直喝一台比都唔怕呢。你头头讲的氮气咖啡，係唔係頭先看到的入邊講到一個氮氣咖啡，你真是都打個氮氣下去，但不會有按種綿密的泡沫產生嘛？吼。是啊，是這樣做。原來按呢。
嘿，观众朋友，原来啊，一個檸檬咖啡，也係講一個氮氣咖啡，原來咖啡有按多種唔同嘅食法，不過還有哪種嘅食法呢？我哋休息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咯。咖啡啊，既然品質按好，請可以用啉的嗎？還係講有其他用途呢？繼續來請教一下小米姐咯。小米姐，我看到我們今日帶過來的咖啡，除了用啉的咧，還有個盒的狀況來個係乜嘅呀？好，那個我們叫做咖啡奶冰。哦，啊，其實剛那個氮氣咖啡，我們在園區裡面客人來，我們並沒有用氮氣咖啡的名字，我們叫做啤酒咖啡，因為它很像啤酒的那個綿密的方式。那另外呢，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做永續經營，然後循環利用的方式，所以咖啡渣我們會去田裡當肥料去發酵，然後也可以做除蟲的作用，在那個花下面，我們有種一些台灣比較傳統的花，像那個什麼日春啊，然後千日紅一樣，那個所謂那個花哈，那可以鋪那邊當氮肥，也可以除蟲的效果。那我們另外就是用咖啡哈去做了所謂的咖啡冰淇淋，那這個咖啡冰淇淋我們叫做咖啡奶冰。哦，就是也給前面講一盒的嘛。對，那我們的咖啡冰淇淋跟外面的咖啡冰淇淋其實不太一樣。我們一般咖啡冰淇淋就是你就是咖啡味道啊，那我們不加香料的方式就完全是我們的咖啡的香氣。那加的是印加果油，高速在地的印加果油。哇，用印加果油，然後用牛奶，然後用我們的咖啡。那我們的咖啡給他，我們請那個合格的代工在做的時候，我們的咖啡它是磨細粉之後，把它放到咖啡粉裡，把它放到咖啡裡面那個冰裡面做成的冰淇淋。那一般的冰淇淋它不會有渣，我們的這個冰它是有渣的，吃的都咖啡。對，然後你就可以吃到那個有那種口感，顆粒的感覺，一個有顆粒的口感，另外一個就是說。咖啡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膳食纖維，所以這樣子你吃下去就增加你不一樣的口感的感覺。那目前我們看到的好像只有我們這麼做。錯噶，一般的可能是都咖啡嘅餅啊，也嘛嘅，其實像咖啡嘅味道，種唔能用咖啡嘅顆粒咖啡渣下去，真是我第一擺聽到哩。應該比例方有調整過啦，不會說吃起來都全部底部那種沙沙，應該唔會。那種應該一般的口感應該是像你剛才巧克力嗰種形容，一般外面那種巧克力碎片再更細一點的那種感覺。哦，我還聽講啊，你的咖啡啊，唔單止睇食道，還可以拿來用呢。你的咖啡用啊點哪？除了頭都講用皮料之外，你還用啊點哪？哦，那個我有一次我們出門去，然後去那個人家觀光工廠看到，進口的那個品黃，他們做咖啡皂，我想說，對呀，那個高餐大的教授跟我們說，我們要產品多樣化，用咖啡去做很不一樣的東西，我就想說，那我們可以做咖啡皂啊，所以我們有用咖啡去做咖啡皂。那我們請合格的化工廠幫我們做的時候，他跟我說，一般咖啡皂都是用瑕疵豆，或者商業豆，去把它烘焙好之後，然後去泡，用那個咖啡水，然後加香料、加香精下去做咖啡皂。可是我跟他講說，我不要，你不要幫我加那個東西，然後我用我們精選的，我們就是好的咖啡，我烘焙好之後，幫他磨粉，磨好粉之後，請他泡咖啡水，告訴他怎麼泡那個咖啡水，泡好之後用這個咖啡水去做那個咖啡皂。安尼小米姐，你那個成本也太高了吧？是很高。係啊，人家係用一般個磨頭的，甚至於講個淘汰掉的，你看這陣哪可以啉的咖啡頭可以加入去，從頭到個餅也叫用，你行加個成本貴高的印加果油呢？對。你項東西都成本按工的，按你買的出去會回本吧？
亏本是不会啦。那因为我们主要是就是咖啡有固定的客户嘛。那我们就说我们那个老板他生活简单呐，他一直觉得说他1万块1个月就可以过日子了，所以就不会说一定要很高成本的。那其实我们也要感谢爸爸啦，因为爸爸他退休，他有退休金可以支撑。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推一个养生健康的一个，让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放心的东西啊。那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我们去做比较天然的食物啊，去让来客人呐，或者我们自己也吃啊。那我们自己家人喝咖啡啊，然后也做这些东西，所以也可以就是说，我们使用到比较天然的产品，不会有那么多化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成本是还好啦。因为有时候你只要不算自己的工钱的时候，那个东西采啊这样子就是自己的东西嘛，就像农夫就是说，这个香蕉你带回去，他说你说这个要成本这自己种的啊，你不算我们的工钱的话，那顶多就是施肥的肥料，因为我们又不喷药啊。那这样子还好啦。那你安好的环境、安好的东西，除了可以给咖啡业，会不会是说有银行啊，会想要去了解说你们这里面的咖啡豆很用版种出来，它是怎么去制作的？也还讲有你讲你们的环境安好，有这么多动物，他们可不可以来这边玩啊？去看看这些？你们有做那些相关的规划吗？还是说就单纯只有卖咖啡？有，我们是有就是特色场域的认证。那这个认证是就是走休闲农业观光的方式。那之前其实他们山上的咖啡就说你们平地咖啡不要种了啦，你们种什么比赛都不会得奖啦。这样很难卖啦，台湾咖啡那么贵，你就直接就进口了加烘焙。因为我有去参加过烘焙比赛，我有得过奖，第3季军嘛。那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烘焙，你就去那个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要自己种自己的东西啊。所以说这部分你们是有得奖了，然后再去研发这一套的一个流程，去带大家去导览等等。那这个导览的部分，很可能阮大哥负责带过去的嘛。对。那阮大哥你都怎么带？我们呢会在门口里面迎接这一个游客。那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感，我们用咖啡树枝呢做一个锣的架，我们说欢迎他们敲锣打鼓也祈求呢当日的活动能够顺利平安。那么待在园区里面呢，我们就会邀请他们辨别各个咖啡的品种。那如果是在采果期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体验采果的内容，那看看什么样的成熟呢可以来采如果有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发给他们一个袋子，让他们自己亲自的去体验。那假如说刚好碰到园区里面有一些病虫害的现象，比如说是木杜尔的幼虫，我们观察那个咖啡树的叶子呢，会发现到它有不正常的萎凋，那么我们就会现场呢演示说我们如何做人工的除虫。对，那咖啡园里面也有一些吊了所谓的红灯笼。那这个红灯笼呢，就是咖啡果小蠹的诱捕器。那么因为咖啡果小蠹呢，它也是危害咖啡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病虫害。那我们用诱捕器，那诱捕器的话，它是纯物理的方式。那我们在里面装的是甲醇跟乙醇。那果小蠹碰到的时候，那它会碰到上面的背板，它会掉下来掉到那个底下盛装肥皂水的容器里面，就会造成它淹死也因此而降低果小蠹的危害，是这样子。那么假如说去的时候是咖啡花期，那我们会介绍它咖啡那个铁皮卡咖啡的一个花瓣呢有几瓣，我们也让他们做一个介绍，让他们能够闻看看咖啡的香气是什么样的香气。那大部分的都可以闻出说它是一个带有淡淡香橙的那个味道。那尤其是园区里面的奈比瑞亚，奈比瑞亚的花香，一朵
花的花香可以抵得掉一整颗铁皮卡的花香。哇，给安内会给香味哦。对，那个我们也建议他可以带回去，做花茶用。对，然那个头头他们安内分享啊，就是讲，安尼越强的人啊，吼，就是会越怕的人，就是越会怕碰到什么啊，多碰多压给虫哎，而人工移除的时间，会不会有客人真的很怕这个，然后他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他会手一直抖，又不敢去碰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有一个经验，就是也让我自己印象深刻。就像你说的，他很怕虫，可是当我去现场把那个虫，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看那个咖啡枝条里面那有不正常尾雕，我就把那个摘下来，用剪枝剪呢把它剪开啊，也拿给有兴趣的人当场看，放在他手上看，那他们就会互相传阅。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呢，她就很怕，但是她又很好奇，拿手机在那边，有虫哎，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对，所以他到时候拿着手机翕相，结果翕出来全部都在一直抖，全部是抽象画。哎呀，哇！啊，时候给人带出去，其实对这样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说生态环境来讲，在经过你们带出去，他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也会有一定的兴趣，对不对？他们都觉得咖啡园原来是那么好玩。对。哦，按你小米姐，你能在规划的导览的游程，或是类似像这样食农教育来讲，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变成有外地来的游客比较远来的固定成为熟客，会跑来这边预约这样子？我们这边其实大部分都是回头客，他来了之后，他感受这个环境氛围，让他很舒服啊，而且很凉爽啊。那我们园区很特别，就是友善环境的种植之后哈，不太有蚊子。不会有小黑蚊，不太有蚊子，所以他们很喜欢来这边。那我们也是努力在做食农教育的方式，就是说让整个环境生态，那来这边它可以减少说不用吹冷气啦，那也甚至不用电风扇在园区里面这样走感觉这样走以后打算走所谓身心灵疗愈的方式，让它这边很真正的放松。就是讲，原本的初心行係照顧頓啊，就照顧頓生年呢，照顧頓土地和本大家可以共下來分享一道安美好的事物。觀眾朋友，今晡日啦，我哋小米姐同倫那個給人的分享真是幾好呢，都蠻好呢。有安好生態咖啡，有安好的環境，嗰時候大家來去好山好水的過水的時節，冇聽表喺度，可以去我哋精神咖啡園去聊聊一下，感受一下也安好的氛圍哦。再一次感謝我哋小米姐同倫那個能分享安精彩故事同好飲的咖啡哦，多謝你。好，謝謝主持人。歡迎大家來過水聊。好哦，安尼坐到更加有個位上，有冇呢？今日聽聽我哋時尚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